4. 听课文做练习。课文1。情景：玛丽买水果。这草莓多少钱一斤5块钱一斤。太贵了。那种小一点的呢8块钱2斤。甜不甜？甜啊，一点儿也不酸，只是比5块的小一点儿。要是自己吃呀，大小没关系。是啊，不过这么小，便宜一点吧。好吧，3块一斤，这可是最低价了。给我一个袋子，我挑点儿。这么便宜就别挑了，我给你拿。你要多少1斤这是1斤6两，4块8的。，4块5吧。行啊，您看这桃子多好啊，来点吧。下次吧，买多了吃不了。1. 听第1遍后选择正确答案。1. 大点儿的草莓贵，还是小点儿的贵？2. 玛丽买草莓是自己吃还是送人？3. 玛丽买小一点儿的草莓可不可以挑？4. 玛丽买草莓花了多少钱？课文1。情景：玛丽买水果。这草莓多少钱一斤5块钱一斤。太贵了。那种小一点的呢8块钱2斤。甜不甜？甜啊，一点儿也不酸，只是比5块的小一点儿。要是自己吃呀，大小没关系。是啊，不过这么小，便宜一点吧。好吧，3块一斤，这可是最低价了。给我一个袋子，我挑点儿。这么便宜就别挑了，我给你拿。你要多少1斤这是1斤6两，4块8的。，4块5吧。行啊，您看这桃子多好啊，来点吧。下次吧，买多了吃不了。课文2。情景：下课休息的时候，大卫和玛丽去买吃的。大卫，咱们下楼去走走吧。好啊，我早上没吃饭，正好下去买个面包。他们来到小卖部。小姐，这东西叫什么？这叫春卷儿，它里面是什么？是几种菜。好吃吗？你买一个尝尝吧，不尝不知道嘛。怎么卖呀？ 2块钱一个。我要2个春卷儿，1杯茶。哎，玛丽，咱俩一人一个，你也尝尝。好的。我要5个棒棒糖，1瓶矿泉水。你买那么多棒棒糖干嘛？你不是也爱吃吗1. 听第1遍后选择正确答案。1. 大卫早上吃饭了吗？
2. 大卫想下楼去买什么？3. 玛丽吃过春卷吗？4. 春卷儿怎么卖？5. 大卫想吃几个春卷儿？课文2。情景：下课休息的时候，大卫和玛丽去买吃的。大卫，咱们下楼去走走吧。好啊，我早上没吃饭，正好下去买个面包。他们来到小卖部。小姐，这东西叫什么？这叫春卷儿，它里面是什么？是几种菜。好吃吗？你买一个尝尝吧，不尝不知道嘛。怎么卖呀？ 2块钱一个。我要2个春卷儿，一杯茶。哎，玛丽，咱俩一人一个，你也尝尝。好的，我要5个棒棒糖，一瓶矿泉水。你买那么多棒棒糖干嘛？你不是也爱吃吗？课文3。情景：玛丽来到一家商场买衣服。先生，这样的 T 恤衫有大点儿的吗？大中小号的都在这儿了，是您穿吗？不是，我给我妹妹买，她比我高，也比我胖一点儿。小姐，您看看别的款式怎么样？您看，这种也不错，有加大号的。有深灰色的吗？没有，只有白色、浅蓝色和黄色的。这些颜色没有深灰色的好看。您妹妹那么年轻，穿上这种白色的一定很漂亮。可能吧，那就买一件白色的，多少钱一件150块，现在商店正在打折，8折是120。在哪儿交钱？给您小票，在那边的收银台交钱。谢谢。课文3。情景：玛丽来到一家商场买衣服。先生，这样的 T 恤衫有大点儿的吗？大中小号的都在这儿了，是您穿吗？不是，我给我妹妹买，她比我高，也比我胖一点儿。小姐，您看看别的款式怎么样？您看，这种也不错，有加大号的。有深灰色的吗？没有，只有白色、浅蓝色和黄色的。这些颜色没有深灰色的好看。您妹妹那么年轻，穿上这种白色的一定很漂亮。可能吧，那就买一件白色的，多少钱一件150块，现在商店正在打折，8折是120。在哪儿交钱？给您小票，在那边的收银台交钱。谢谢。5.
饭厅练习。不少工作忙的年轻人喜欢每星期去一次超市。大的超市商品特别丰富，比如家乐福和物美的东西就很多，价格也比较便宜。去一次就可以买齐一周吃的用的。有的超市还有快餐厅，买东西累了，可以去那儿坐坐，喝杯咖啡，休息一下。不过，周末去超市的人很多，付钱的时候要排长队。如果不想排长队，最好在周一到周五去。买新鲜食品时，还要注意看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。大商场里的东西很多都是名牌，有的价格可能会很贵。不过，大商场也有打折的时候，那时候去买东西，当然可以少花点钱了。在中国的私营商店和农贸市场是可以讨价还价的。会讨价还价的人可能会买到非常便宜的东西。你也可以去试试。